镜周刊报道，小猪罗志祥2006年与友人张子文等人创立的潮牌 Stage 至今已经成军12年，罗志祥却于18日在个人网站丢出震撼弹，宣布全面退出。虽然分手，但不出恶言。小猪写下，因为未来不同生涯规划，即日起本人全面退出 Stage 这个品牌，将交由和我一起打拼的兄弟，也是台视公司的执行长张子文以及董事陈玉慧全权掌舵，也请所有朋友继续支持 Stage。小猪退出的消息一出，震撼业界，少了罗天王这块活招牌，势必对销售跟曝光引起不少影响。也有网友挖出小猪日前在 IG 限时动态写下，似乎已经在为分手 Stage 预告，连身边工作人员也写下贪恶人总有一天会有报应的，加上小猪把原本 IG 账号 Show Low Stage 改成 Show Low， 断得干干净净。儿子去年底就没再穿自家潮牌衣服打免费广告，都被解读为双方分手内幕不单纯。